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30日 AM 新闻，我是嘉豪。有新什么大事代，头先就来不临在。郭文哲防指控讲之犯着这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检方含廉政署再去敲伊的徛家党部，还佫伊的办公室。检方侦办这情况下案件，台北市机关应晓皮和助理吴顺民，还佫维京集团的申庆经，认为讲有串口径的可能性，裁定下禁见。总统热情地上任了后，头一届提名大法官这7个人内面，包括着张文静担任这司法院长。讲到这金华城案件，继续在咧抓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哲，防指控贪污治罪条例多例罪，检方含廉政署在起时分各路阵人去敲这郭文哲，还佫前台北市副市长彭金星的徛家，甚至是这民众党中央党部，还佫台北大楼。郭文哲办公室这所在也拢叫封敲。郭文哲是要求政府党要公告清楚，有啥物款的证据，有啥物款的理由会当去甲敲咧。那检方是表示讲，郭文哲无反抗，而且愿意配合。郭文哲和彭金星等4个人经过廉政署的侦讯了后，暗时会搁再送到北检复审。民众党主席郭文哲讲入金华城拥挤案，涉嫌多例罪。政府市长裴振兴嘛是共案的被告。北检主任检察官江正如、廉政署副署长林汉强30次亲身带队，兵分几啊路，这套早大阵头敲出郭文哲和裴振兴徛家等7个所在。暂停，安静。经过4点外钟的敲出，郭文哲总算出面同再去廉政署来约谈。郭文哲面对镜头，坚持讲家己无啥物好惊的。今天是台湾历史上第一次，主要在野党的党主席的住家、办公室，还有中央党部也都被搜索。当然，我非常坦荡，我知道我没有问题。我也希望执政当局要清楚的说明，他今天是有什么证据，要做这个动作，就这样。是不是有要去美国这样子？因某陈培基嘛上车以证人的身份向约谈，检廉早起嘛公布去敲出民众党的中央党部和郭文哲伫台北大楼的办公室，落尾是扣走2台电脑主机和1箱的证物。民众党表示讲，全党一条心，全力支持郭文哲主席捍卫清白，嘛要求检方说明敲出中央党部的正当性。在本党告知中央党部并未设有柯文哲主席办公室后，检方仍执意于党部同仁工作空间进行摸索式的搜证，意图令人费解。针对检廉敲出约谈郭文哲、裴振兴、陈培基和1个证人拢总4个人，检方讲郭文哲无反抗，而且愿意配合，到案接受讯问，暗送暗时会送去北检来复审。另外，馆长陈志涵呛讲要找一堆民众来声援郭文哲，北检也提前设好单间。对主持媒体人周玉蔻表讲，郭文哲安排后礼拜去美国，陈培基是31要去，和民众党8成功是咧公告，并没有下周1要前往美国的事实。所以，周玉蔻小姐不要再造谣。金华城案入来到深水区，北院透早裁定台北市机关应晓皮助理吴顺民、维京集团主席申庆经等人机啊禁见，金华城敢会随停工引起关注。如果没有柯文哲签名，金华城不是都更区域就不能准用都更容积获得20%的容奖，获得100亿容积。所以柯文哲就是最重要的那一个关键。彭振森跟柯文哲这是决策层面，第二个是。确实有一些配合的公务员哦，我们都有这个目标对象哈。然后第3个是都委会里面有一些委员哦，他的发言哦，我们是有掌握可能有些异常。台北市长主办案中心会密切关注案情的发展，事实到倒就处理到倒，一定会依法从严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民众党主席郭文哲目前因为有一个政治现金做假释的问题以外，还佫有金华城案件一直咧假，讲要请假3个月暂时离开党主席，而且今仔日呢，还佫互这检调敲徛家办公室，人也放出去约谈。民众党内今仔日召开这临时中央委员会，无推派代理党主席，颠倒是成立紧急应变小组，由立法院党团总调黄国昌等人做共同调集人，要来维持党务的运作。让支持台湾民众党的朋友们失望哦，我在这个地方还是要表达一个抱歉。民众党表示，政治现金继续风波，拖3礼拜了后，郭文哲接出下室底，宣布请假3个月，暂离党主席自请调查。
想要来指挥。不过对事件爆出来了后，当然一直讲爱追究责任。瓜分铁的危机处理也外界感觉是无及格，包含查销速度真慢，红掠包、老高报这单据这项缺失。瓜分铁本人也因为惊慌涉案，列做贪污被告，和民众党清廉的形象大挫败。相信清白，和平加油。民众党恐惊下列创党以来上大危机，恐惊面临无带头的人。30党内真紧召开临时中央委员会，外界关心是不是讨论代理党主席人选。准台面上包含立法院党团总召集人黄国昌、中央委员林富南、洪点名好像是相关的。临时中央委员会议当中，并没有提到代理党主席的问题，在现阶段也不会有代理党主席的问题。也过互外界意外是，民众党并无推派代理党主席，而是成立紧急应变小组，共同召集人包含黄国昌、林富南加中评会主委李伟华，总共3个人，并且纳入党公职责扩大参与，维持党内运作。民众党即阵互司法调查，国民党是才出面化为避免政治力介入操作。身为我们在国会里面合作的友党，我们也会希望说看到民众党赶快从这些的风波争议之中啊，赶快这个相关的代理主席还有他们的整个的权力结构，赶快重新的建立。站在杯葛施政的一方，还是这一次因为民众党的失血事件而有所收敛？但对于民进党团而言，我说过，我们下个会期就是民生优先，朝野合作。民众党准备行出困境，立法院9月是有新的会期。民众党以外有80个立委扮演关键主导力量，用来影响国民党、民进党。国民党甲民众党是不是搁再合作，也是调野来讲和，共同来推动民生法案，考验民众党决策的判断。支持者也好好来检视立委国会表现。记者综合报道。检方和廉政署侦办金华城案件，声称羁押禁见台北市议员应晓薇，也佮伊的助理吴顺民，甚至是这维京集团的主席辛庆京。法院审理了后，认定这应晓薇才有可能共摕4500万的乌西钱要逃亡的可能性，也认为这辛庆京涉嫌犯乌西罪，犯罪嫌疑重大，有串通口径的可能性，才准这3个人声押禁见。金华城的弊案，检方指控维京集团主席辛庆京透过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应晓薇，甲瓜市府真正施压，要求放了杨哲律，涉嫌共乌西，嘛收乌西钱，检验甲应晓薇甲伊助理吴顺民，还有辛庆京等人约谈了后，因为犯罪嫌疑重大，30透早向法院声称这3个人羁押禁见。昨天第一个羁押的是应晓薇嘛，接下来是胡顺民，主席是排在第3个，大概应该在30点多左右才开庭。我们在现场等到快4点。法院认为讲，应晓薇涉嫌收辛庆京4500万，甲公务人员施压，放令金华城杨哲律。面对检验侦办的动作，伊想要为桃园机场甲去台中机场出境，有逃亡的事实。因为伊的助理吴顺民是共犯，而且涉嫌甲辛庆京串口径。因为辛庆京是涉嫌犯乌西的罪，尤其廉政官去甲所在的时阵，伊阁暗算要为安全门逃走，有逃亡的记录，而且还阁甲吴顺民讨论要安怎来应付检验的精神，认定这3个人有串口径的记录，才准成押禁见，会当控告。检方所提出的这些资料，其实我们律师也有做一些抗辩。现在我们正在做，希望能够再做一个抗告，把主席能够保释出来嘛。主席年纪这么大，身体也不好。记者打电话给辛庆京的委任律师，伊强调会有提起控告等等的动作。也若同一案，红列做是被告的金华城董事长陈玉坤，进前以1200万交保候团，他伊的手机是直接转去因信箱。所属的台北市党部考纪委员会依照党纪处分规程召开会议，针对涉案情形进行议处。针对应晓薇涉案，国民党强调讲，会先请台北市党部纪律委员会照党纪处分的规定开会来处理，然后再由中央科技会召开委员会议，决定对涉案的党员党纪的处分。记者综合报道。海巡东部分署案检所有2个警员29早起赛车巡逻，伫咧磅空内面弄到民众了后，刷头选去，民众送病院由援救无回来。警方找到这2个警员的时阵，一开始是唔承认，案检所的主管阁协助到暗勘，一直到警方提出监视器画面，这2个人才承认。
4到10个人都伫即个桥内底暗坑内底，消防救护人员一直抢救，不过也是无度甲救回来。边仔朋友讲，只是离开去买一粒酒，转来看到伊倒伫涂骹，头壳受伤，身体有真侪所在切着讲着。就只有你一个人看到？没有，还巡的一个下来问跑过来问，为什么我们那个海巡的嘞？我刚前面看到车子了。安检所也派人到现场来关心，不过警方调看这个周边的监视器，发现案发前后只有海巡的公务车经过这个暗坑，而且车身明显海震动，造成事故2个海巡人员才承认犯案，也不过行车记录器内底资料已经互清除啊，想要来消灭这个证据。行车记录器部分目前有查扣，影像是没有看到当时发生的状况，会再送还原。代志发生伫花莲大高顶线59.76公里的所在。离到早起10点外，海巡东部分署安检所2个人员出巡逻，敢若弄到民众了后，赶紧开走，直接驾车开进安检所。而且同时，警方来调查时，主管也涉嫌协助来稳藏。一直到警方第2摆提这个监视画面过来，2人才认罪。警方依照过失致死罪罪嫌，甲这2个巡逻人员移送法办。如查证属实，本队将相关的资料报上级，实施最严厉的处分。海巡署讲已经启动态度的停书，东部分署会召开公平会，严厉来处罚。2名涉案人员已经停派昆务，配合司法单位调查。记者综合报道。高雄中华西路一间酒吧昨发生火灾，造成3名消防人员伫咧拍火过程受伤。消防局是对外讲，因为因的现场伤过热，身体无爽快，不过意识真清楚。实际上说是有这队员一个当咧插讲，一个是气部积水，感受暗看病情的情形。消防局早起是配合讲，这3个人意识拢真清楚，也尽全力甲因照顾。消防局长去病院探视手骨甲脚烫着伤，伫病院观察的消防员。至到中昼，高雄中华四路巷仔内的一间酒吧发生火灾，有3个民众掉伫2楼，消防接到通报，赶紧去抢救。有风声讲有2个消防人员要去救掉伫内底的民众的时阵受伤，不过消防局对外是讲，消防员因为火场内底的高温，所以身体无爽快，不过知影人。不过事后又传出讲，红上病院的消防员拢总有3个人。其中1个人插管治疗，还有1个人是可能有发炎。去防治局讲，消防局哪想要暗砍消息？医生的处置，他们也是要做一个预防性的评估，所以只是向他做，他当时都非常的意识清楚，走到急诊。那我们就是医生就立即用那个预防性的插管，让他预防性的插管，让他做后续的处置。根据了解，1个姓王的消防员因为颔棍受着伤，该预防性插管，目前伫加护病房。也那姓叶的消防员是手甲大腿有1度甲2度受着伤。也那另外1个姓陈的消防员，伊是等去分队了后，才雄雄感觉无爽快，去互医生看了后，发现是肺的问题。不过目前无法度判定是伫火场造成的，也是本身慢性疾病所致。入室的时候，那突然间在1楼那边有火势之后，如果他那个高温，然后那当时的指挥官就马上喊赶快全面撤退。然后我们在撤退的时候，可能他当时的火场的温度很高，可能受到一些热的烫伤。经过火灾调查了后，确认导火所在是伫1楼。消防员迄当阵是去2楼甲3楼要救人，不过因为这3个人的消防衫拢无破去，嘛无受损，加上因3个人拢袂记得是伫搜救的过程当中，也是要提出来的时阵受伤的。消防局表示，因受伤的原因还会厘清，不过有排除是设备的问题，嘛会全力来照顾这个受伤的消防员。记者综合报道。伫咧西班牙有台湾人假做是中国公安，利用这电信网络伫国外骗中国人。这桩案件伫2016年的时阵，互西班牙警方抓到281个成员，这阵人也引渡去到中国接受审理。即马中国这家结束了后，回来到台湾，台中检方经过审理了后，也甲这44个人提起公诉。真侪警察伫桃园机场甲台籍姓刘的嫌犯带倒来侦办，伊因为牵涉跨境诈骗，互中国甲通缉，后来走去到波兰，今年1月互波兰甲送倒来台湾。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侦办台籍人士跨境到西班牙做电信诈骗机房的案件，伫咧姓黄主嫌的厝内查到大笔的现金甲证物。发现该集团话务据点遍布欧亚多国，为躲避查缉，于105年中旬将机房转移至西班牙马德里。
刑事局电信侦查大队接到情报，讲姓黄的主嫌甲真侪共犯做伙组一个跨国诈欺集团，假做是中国的公安甲检察官等等的方式来骗中国人。警方查到因伫台湾有2个训练所，佮由核心干部组一个团队，送到西班牙马德里做电信诈骗。这个案件伫2016年，互警方查到，掠到281个人，陆续甲引渡到中国受审，互人判8档至12档的刑期。即马处决了后，嫌犯伫去年陆续返来到台湾，要是着接受咱司法的侦办。专案小组为防止在台犯嫌颜面失政，于106年1月在台湾执行27处搜索，并限制相关共犯出境。台中检方发动3届的搜查，经过审理了后，包括7个幕后金主在内，拢总44个人是以违反组织犯罪条例、甲诈欺等等的罪嫌，甲提起公诉。检方统计，这个集团对2016年10月到12月，拢总骗126个中国人，犯罪所得有1000多万人民币。记者综合报道。有民众进前去到台中的中孝路夜市一间卖手切地店家买粮的，佮男者加比菜宴，联络到地发现讲，那怪怪，配出来竟然是芳，而且一杯内面有4只芳。店家即马也出面回实咧，讲会加强管理。因台中市食安处也讲要去稽查，要求业者限期改善，若准唔上悬会当罚到2亿。民众买这牛奶茶加加比菜盐，啉落去了，感觉口感敢若怪怪。土地卫生组才发现讲，这杯凉的内面有几只芳。其中一颗我就觉得那个口感不太对，我就把它吐出来。吐出来之后，我就发现，怎么奇怪，感觉像苍蝇又像蜜蜂。黄小姐讲，唔敢搁啉落去啊，倒出来斟着看，杯底搁有沉伫遐几只芳，算算的这杯就4只。伊讲第2日去台中市中孝商圈一间红茶店买粮的，没想到说拄到这种状况，店家嘛向消费者来回实咧，相信讲确实伫店内是受到虫害的困扰。我有问他为什么蜜蜂会来我们家，那有可能是循着那个果香的味道进来这样子。那他有闻到味道，刚好白天也是我们家一家饮料店在这一边。店家讲，因为因用的是青的水果，常常有芳会互蛇来食，除了会加强赶虫的工课，嘛伫店关门了后，点甜香来赶虫。通化系学者讲，芳会互蛇过来，是因为饮料店的甜味。所以饮料店呢，它可能会煮糖水。好啊，那个很高浓度的糖的味道就散发出来，那就会吸引它过来访视。2到3公里内有人养蜂，好啊，当然也有可能自然界的蜂在迁，因为它可能族群大了或者怎么样，好啊，刚好就飞到这边。学者讲，芳活动的距离会当长2-3公里远，尤其因拼物件是真厉害，真简单就会互汤水也是水果的甜味升过来。台中市食安处嘛讲，会随去店家来做稽查，若是查到无合格，就会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若是复查了后同款无合格，就会照违反食安法，罚因6万以上2亿以下的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台北市政府卫生局调查市面上保健食品、油还个幼囡仔的食品，针对9项塑化剂进行检验，所有2件超过企业监测值，已经通知这业者来回收。卫生局表示讲，这业者唔是违法，也无超过食药署规范的塑化剂人体耐受标准。不过，也是要提醒业者，就要爱来自主监测，敢是因为包装或者是制停呢，害这塑化剂扬出来。台北市卫生局去到大卖场、超市甲药房，抽检市面上加盟公仔、甲规粒的食品、油类的产品、甲细汉囡仔食的物件，针对25件产品做9项塑化剂检验，结果发现产地是美国的速成鱼油，也有澳洲进口的绿湖特级高单位。皇家加盟公仔这2项产品塑化剂超过监测值。依据卫生福利部降低食品中塑化剂含量之企业指引，如果每日摄取量少于100克或100毫升，其塑化剂检出值经计算超过每日耐受量10%，应及时通报卫生机关。2项产品虽未达通报卫生机关列管制标准，为业者皆已下架回收并销毁。针对这点，速成鱼油进口的业者回应讲，因为考虑预算，并无逐批每一个项目拢做检测。所以这批并无检验塑化剂，7月7号通知爱回收，嘛已经伫7月底销毁。这个产品前后的批号拢有检测塑化剂，未来嘛会逐批做检验。进口绿湖特级高单位皇家加盟公司的中华入面回应讲，
互通知了后，就全部拢回收销毁。因的产品是每一批透过第三方公证单位检验通过了后进口。这批产品比食品药物管理署规范爱通报回收每一工食的量要较低。业者呼吁相关的标准要一致，避免互企业弄沙无脏。都不可医术分析，塑化剂有可能是为环境荷尔蒙来的。主管机关应该要赶紧理清是安怎会超过监测值。很多种塑化剂，它其实都是属于环境荷尔蒙，如果不小心吃到体内，就担心会干扰我们体内内分泌的表现。像有一些塑化剂，它会引起说小女生性早熟，小男生女性化，成人也会增加罹癌风险。针对业者讲，相关企业指引，甲人体对塑化剂每一工的耐受量无一致。台北市卫生局表示，是有数伫100年制定降低食品内底塑化剂含量的企业指引，是烦恼部分的塑化剂会干扰动物内分泌系统，致使生殖、发育甲行为各样。长期若食落到地会影响健康，避免因为仪器设备或者是底甲包装的材质，致使塑化剂扬出来。指引的目的是要提供业者会当自主管理。记者综合报道。今仔日有真侪学校开学，来看这新竹高毕的这个复兴国小，今年拢总有3个幼稚园10个1年的新生来报到。学校特别创一个智慧门，互囡仔行过去，而且还有这带智慧帽的活动，希望囡仔聪明伶俐。迎接1年的新生报到，学校特别穿这款代表好吉条的物件，有葱仔以及代表骨力的芹菜，希望互囡仔未来拢会当顺利平安。认真学习。有苹果、青菜跟葱。苹果代表什么？平平安安。我觉得这很特别，这是因为我有4个小朋友，对，然后呢，哥哥也6年了，所以6年以来我第一次碰到打智慧这件事情，这是最特别的。除了智慧门以外，学校更加鉛笔代表智慧帽，点伫画出来卫生区，让学生家己去办求智慧。第一个是聪明门，第二个是勤劳的门。第3个就是我们平安门，希望透过这边3道的一个小朋友们的一个关卡，那希望他们能够非常聪明，拔智慧矛，那象征意义把智慧带回家，那希望他们能够来学校能够长智慧。校长表示，学校位置原底就算是偏乡地区，过去逐年报到的学生数量差不多是8个到12个人。虽然讲今年有10个1年的新生，不过加减也是有受到少子化影响，学生数量确实有愈来愈少的状况。校长也期待教育单位会当投入更加多的教育资源伫偏乡。记者刘君和新竹报道。地球暖化，这气候危机是愈来愈热烈。最近，印度、越南、也门拢伫咧落大雨，也做大水。这印度的雨水量呢，创下10年来上界悬的纪录。那越南呢是有400公顷的果子园雨水引起。那讲到也门呢，有16万人改上去挖着苦力啦。居民毋是了水过，就是踮在较悬的楼层，等救援人员开抽铃船来载，一家一户送物资。印度连续几啊天遭到暴雨，引起的大水伫古查拉地方夺走28条人命，沿海都市有18000多人受伤。当地的降雨量达到269.9毫米，创近10年的新纪录。古查拉地方也因为这摆水情，真侪过去雨大水冲入去市区，当地林务官员救一只15英尺长的蛞蝓。अभी आज तक हमारे पास 10 क्रोकोडाइल हमने रेस्क्यू किया है, इसमें से 2 रिलीज किया है और 8 हमारे पास अभी है। तो हम जो बाढ़ को कम आएगी, नदी का प्रवाह जो ज्यादा है तो थोड़ा कम होगा, बाद में हम इसको रिलीज कर देंगे। 越南南部的平顺省连续2天因为大雨加水库涉水，互大片的惠龙港园互大水引起，高农损失惨重。平顺省地方官员讲，差不多400公顷的果园互大水引起，其中大部分是惠龙果园，有200户受影响。平顺省是越南上大的种植区，有28000公顷土地种水果，每年应生产60万吨的水果。也门最近发生的大水造成至少24人死亡，也有17人失踪。根据联合国报告，严重大水致使1020个家庭受影响，失去家园和财产，数十栋的厝被摧毁。حصلت أمطار غزيرة تحت فوق البيت ودقيق الغرق ملابس الغرق تعايدنا كسرت يعني من شدة الأمطار ولا أحد انتبه لنا لا منظمة ولا شيء ولا انتبهوا لنا أي حاجة
根据法新社报道，因为大水甲大雨，几百个疑似感染脑头症的患者进入病院。根据联合国统计，也门全国将近164000件疑似脑头症的病例。若无加强应对措施，这数字刷去几礼拜可能会上悬到25万。公视新闻新录报编译。来看加沙地区的人道停战，目前该上是有共识啊。这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拢同意，针对着加沙的北中南三区进行有限范围的停战，或者小至麻痹疫苗等医疗物资，会当对埃及送入去加沙。若负责敲切的埃及卡达等国家是希望讲，这暂时停战会当变作是长期停战。不过，以色列政府就破白讲，伫停火范围以外时间抑个地点，军事行动同款会继续。根据各方特成的协议，停火分做3个阶段来进行，每一个阶段以3天为原则，表示延长到4天。首先是由加沙中部开始，随后是南部，最后是北部。当时停火只有日时2议，对早时6点到下晡3点，互已经伫埃及甲加沙边界等待，未在一个小儿麻痹疫苗车队用来入境。世界卫生组织 WHO 的官员讲，小儿麻痹疫苗必须爱注射2剂，所以讲每一个阶段爱分做2轮来进行。A two-round polio vaccination campaign will actually start on the 1st of September in the Gaza Strip. During each round of the campaign, the Palestinian Ministry of Health, in collaboration with WHO, UNICEF, UNRWA, and partners, will provide 2 drops of the novel oral polio vaccine type 2, so-called NOPV2, to more than 640,000 children under 10 years of age. WHO 进前发现加沙一个10个月大的囡仔，因为为着小儿麻痹第2型的病毒株，而未行在床。当时以色列方面也烦恼讲，有这传染性的病毒，若是无加以防治，有可能会越境探到以色列境内。分做3型的小儿麻痹病毒，第一全球绝大多数国家已经第20世纪尾进前来绝迹，只有巴基斯坦甲阿富汗还有一点仔病例。不过，这摆 WHO 伫加沙发现第2型病毒株，是当地25年来头一摆看到，大家拢真紧张。尽管第2型病毒围着了后，症状大部分较轻，不过以加沙伫战乱的严重破坏公共设施，甲真恶化卫生条件，注射疫苗将做即阵上要紧的代志。公视新闻徐嘉玲编译。总统赖清德上任了后，头一届提名大法官，这7个人选包括着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张文晶担任司法院长，是台湾头一个女性司法院长被提名人。那副院长是提名国会观察本教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翕相徛伫副总统萧美琴边的是司法院院长被提名人，台大法律系特聘教授张文晶。总统赖清德任内头一届提名大法官，7个人选伫30出来。副总统萧美琴表示，这届提名的有国际法等4项核心价值。张文晶正做咱国头一个女性司法院长被提名人，这个责任是真重。伊讲法院面临真大挑战，目标是要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我们的院长被提名人年纪跟我差不多，那我相信社会各界对于我们的宪政机关当中有不同世代的视野、视角，以及丰富的专业经验，都有一定的标准跟期待。我们的法官跟基层司法人员长期过劳，优秀法官人才流失。身为司法院院长，我最重要的任务就是建构法院的社会信任。国会观察文教基金会董事长姚立明，获提名做副院长。其他5个大法官提名人，包括台大国家法典研究所教授兼所长刘静怡，最高行政法院法官兼审判长王碧芳，政大法律系教授何乃杰，成大法律系教授陈文才，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研究员廖福德。针对司法院正副院长的人选，萧美琴表示，罗总统提出超越党派组合，持续推动司法改革。这个不同世代、超越党派的组合。全体的司法官更应该是人民的法官、全民的法官，强化人民对司法维护、社会公益的信心。现任的司法院长柯宗烈、甲副院长蔡景敦等7个人，任期伫10月底会到期。提名7个大法官的人选，会请立法院同意了后任命。
即马国会即情势在野大，面对国会检验，萧美琴讲，每一个拢是国家的大条，若顺利任命，全体大法官的人数女性的比例我要到一半，创下历史新高。记者综合报道。去年欠两个时阵，这超市公司摕到上亿个进口采购案引起争议。监察院经过调查，今下晡对农业部提出5项纠正，其中牵涉到减保进口税款等等问题，也交予检调甲财政部调查。农业部也讲，因会积极改进。经过几个月的调查，监察院30下晡召开记者会，针对2022-2023年农业部委托特产会承办采购量采和超市公司进口两个争议案件，对农业部提出5项纠正、6项检讨改善意见，其中有2项是分别移送检调和财政部来查处。畜产会核付量采公司的贷款金额是海关办报单报案价格将近2倍，畜产会申请的时候就包括这些价格，但是跟我们的海关报价的时候只有鸡蛋的价格，疑似涉及违反关税法。但是抵报进口税款的问题，监委质疑讲，特产会在2022年的顶半年和后半年分别和量采、超市采购日本卵，但是超市在双方签订履约书的时阵，公司根本就还未成立，采购过程继续干那靠电话来确认，进口的时阵连基本数量和品质拢无验收，直接就寄抗病确认书，互超市家己写。相关作业定书当中凊彩做的，会当看出农业部无尽到监督的权责。他的决策惯性是不是让他过度信任跟授权畜产会的处理模式？所以以至于欠缺必要的监管措施。包西卵因为标唔对的有效日期往下架，农业部去年因为欠卵，进口差不多1亿5千万粒的卵，所以订定相关生产作业的规范和有效日期的计算方式等等，提出部法机关的违规争议和实案问题。监委嘛要求卫福部和农业部要做伙检讨改进。政策鼓励造成的一个业者自行进口过多鸡蛋的问题，必须销毁嘛。那销毁呢，又产生9130万的这样的一个销毁的成本。监察院认为讲，在采购、验收和运输这几步，拢需要专业的人力。特产会计划承办人数敢若1、2个尔，造成真歹监督，会要求农业部来检讨。对这农业部讲，会积极改正相关流程规范和人员的法纪训练等等，后边嘛会配合司法调查，较紧来厘清相关争议。记者综合报道。为了要让有登记税处需求的民众会当用到确实的介绍税条处，内政部提告表示，目前正在研究使用权社会主体会分作是公办加民办，而且税处的期间上长到20年，袂当违背。内政部长刘世峰表示，可能会经人口较密的北部提现一位社会主体做示范，也若相关的规定会个讨论。台湾厝价真悬，互不少人少用租的，只是登记租厝，时间一个久，这租金也是真惊人。县内政部才伫建议使用权社体，有计算伫人口较侪的北部，找现有的社体来试办，满足青年大需求。全力推动社会住宅的目标下，我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土地资源是可以拿来做使用权住宅？台湾的民间事实上就只有传统的建商，这个财务是要透过这20年才能够慢慢回收啊。这件事情上可能会让非常多的民间他其实是缺乏兴趣的。所谓的使用权主体概念，就是互租厝伊个无在条买厝的民众有新的大选项。县内政部建议分做民办甲公办2种模式。公办是以卖也是租这个国有土地，卖价只有市价3折到5折，互政府来起这个主体，上长会使租20年，租金是参考每个月市场租金来计算，央国无法度来选卖。也若是讲地上权的主体，是政府公开招标设定地上权，再个由地上权人来起主体分户来卖。再个经由交地上权利金处理地上权，计销大约是市价5折到7折，租期是50年到70年。也过因为会使卖，厝价开互插起来。有专家提示讲，使用权主体若是实施，政府要安怎来登记维护甲管理，将是可验。在维管的成本上面，也是有政府需要后续去考量的，是不是有那么多的人力以及这么多的经费去维护大量的使用权型的社宅？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未来长期成本的考量。
将有关使用权主体相关的使用年限甲适用对象，拢还在研究，也毋知什么时阵用实施。有只有使用权，是否无权证、权利变更，恐惊拢需要办屋登记者同意，也就是政府也是建商。加上就算入价是毋是对整体租厝需求有帮助，伊还爱小心来评估。记者综合报道。花莲台东要拼观光，这30载起呢，有一只对越南乌志名市，一只对河内。买来一个旅行机，一个包机的旅游团来到东部地区，要来到这个所在观光。因为当地业者是真期待这东南亚国家的观光市场，未来也会争取更较侪这东南亚团体旅客来到东部，找找到这观光的新出路。30载起10点半，一只越南籍航空的空中巴士载212名乌志明市内旅行团到花莲机场。花莲县政府调工派人到机场来接待，3位人一份纪念品。另外，台东机场早起11点，有另外一只由荷兰来的越航空载来229名越南的观光客。因为这是台东机场头一摆有越南的班机降落，机场调工伫天气坪来喷水迎接。官府也派出阿美族乐团伫机场迎接这旅客。这批越南来的团体会伫花东进行5天4夜的旅游行程。I want to be the first group Vietnamese to discover the Taitung。安排的5天4夜的行程，有3个晚上都是会落住在台东，但是也会体验到我们的温泉区的酒店跟市区的一些好的景点。有包机直航到花莲，带了那么多的观光客进来对我们相当大的一个鼓舞。花莲甲台东两县今年的观光真歹，游客比往年大幅度来减少，花莲市更加严重。官府甲观光业者拢伫想办法要找新的客源。这摆争取越南的包机直航，对花莲甲台东争取南向团客有更加大的信心。遇到了这一次地震的影响，有部分的游客他们有心理因素。那但是呢，我们依然是不断的推动海外旅游来台东旅游。除了包机之外，未来能够有定期的航班，能够每一天都来到花莲，都能够带来更多的游客。除了这批越南的团客，年底之前也有几啊摆越南包机直接飞花莲台东。台东县府讲已经在洽谈2个东南亚国家的旅行团，明年就有好消息。记者综合报道。中秋特别到啊，这台南麻豆是全国上界大油仔产地，今年受到风台影响，产量有减2成，甚至有真侪油仔呢，这外口是有卡水线加假掉的情形，实际上是袂影响到内面的品质。另外，病院也要提醒乡亲，若像有伫食高血压、高血糖加高血油的油仔呢，油仔千万唔通含这油仔揽做回家。仓库内底油仔东干那山，拢是准备通装箱送去卖。麻豆油仔即阵进入采收期，今年受到风台影响，产量减2成，上顶会减上济。若无提早做文，就真歹食会到。另外，风雨大，致使侪油仔拢有卡水仙兼气伤。不过，农民强调，颠倒甜度平均14度半，品质无影响。今年只要你的货色好的，大家拢会抢，因为无好货，因为拢大果。拢大个较济，搁拢气象的。我一条拢拍啊，因为咱要卖人好介绍，就是爱品质爱保证啊。今年雨水有够济结果甜度拢无影响。我上悬的甜度到16度半，15度以上的差不多真清斤。所以讲，大家讲甜度会较歹，雨水遮济会较歹，其实无影。即摆毋但农民接单接袂离，农会这边嘛同款无用试试。今年农会阁引进新的科技，机器伫顶头自动甲纸盒仔剔好开，嘛有自动搬运的机械，尚无减一半的人工。虽然即阵食油仔当着时，毋过有病院指出，油仔内底有呋喃香豆素，更有高血压、高血糖甲高血油的民众，毋通甲油仔掺油仔揽做伙食。在3高的一个药物在无法代谢的一个情况下呢，会有血中浓度上升，所以呢会造成，如果是在用高血压的药物，就可能会产生有血压偏低的一个情况。服用降血脂的药物的话呢，可能就会容易发生肌肉酸痛或者是肝指数上升的一个情形。病院建议咧使用这几项油仔期间，就算有时间，嘛尽量莫食。主要因为油仔会伫体内影响2至3天，可能会造成油仔无法度代谢。记者上台南采访报道。台中的市政路9月要举办 F1 赛车第二活动，不过这赛车若准备走，车路一定爱平。市政府呢，就利用这高科技的巡检车伫咧检测，这水空挂也着爱加强固定，甲伊带入去点啊架的下骹。
智慧巡检车伫咧道路来回扫描，马上伫咧电脑 3D 呈现道路骑道顶各种数据。台中市9月底就要举办 F1 赛车展演活动，60公尺宽的市政路会变成封街赛道。为了确定道路的平整度，头一届使用造价1300多万的高科技巡检车检测，而且将沿线29个孔盖全面下地加加固。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孔盖？它的金属的一个硬体构造跟我们软性的柏油路面中间去做一个平顺的整合，这个就是一个挑战。它的精准度是到0.1个 millimeter，0.1毫米，再配合人工智慧的方式，把所有的道路的破坏，还有目前道路的一个状况、它的坡度等等的全部做记录。那如果有任何的状况，可以马上反映到建设局。市政路赛道的范围会为调布路到惠文路段，总共是2.2公里长。赛车活动伫咧快车道，卖票的观赏区是伫咧慢车道。F1 车迷会当近距离体验赛车小胎带来的音浪。台中市府是指出，举办活动经费有签保密条款，无方便说明。但是迄一天封路交通管制，已经是互附近的民众感觉真烦恼。当然会啊，当然会有影响啊，因为这里车流量也很多，可能会影响一些交通上的问题啊。那未来的部分，当然我们希望有机会。像这样一个赛车行为，让它走合法化、正常化。如果有机会，中央来共同支持，我们会来朝这个方向来做努力。运动局表示，台中是真有战略推广赛车运动，目前有立保国际赛车场。未来若是中央经费支持，会考虑规划专业的赛车场地。记者台中报道。伫咧空地啊乱烧物件，常常造成空气污染。高雄市环保局最近设一种 AI 辨识系统，升一个公山抑个燕巢市的行政区有庄，加上这无人机高空巡查来处理，启用这3天尔，就掌握到21件违规烧物件的情形。环保局表示讲，若准抓到个人相关会罚10万，也若工厂加商业场所会当罚到500万。暗时10点外，高雄南马坑甲大社有民众报案，讲工业区导火烧烟正高直直冲出来。不过消防队到工业区安怎巡就巡无火烧的所在。环保局出动热现场，空中无人机巡查，随着找到一搭空地啊烧粪扫的工厂。现场依照空污法先开罚，业者嘛依照废弃物清理法移送法办。露天燃烧的情况时，我们的手机会同时同步发出一个告警的警讯，那它也会截取事件的影片给我们去看。亲像14这件违法烧粪扫会造成空气污染，环保局即马嘛伫定定有火烧保的所在，像公山、燕巢、大社、大寮4个区，拢设置 AI 监测系统。AI 只要侦测到有烟，就会自动发出警报，予环保局的稽查人员。稽查人员伫现场就会使用无人机定位搜证。这个系统启用才短短3天，就抓到21件违法乌白烧物件。市民朋友吼，可能感觉讲，迄个要请合法的厂商啊，也是讲等粪扫车有较麻烦小可，啊，所以就有一寡迄个便宜行事的动作。根据阮的迄个统计资料啦吼，有发现这几个区域有露天燃烧情形是有加较侪的情形啦吼，所以阮会先优先伫这4个区域架设这个 AI 的辨识的系统。啊，当然明年开始啦吼，我嘛是会搁扩增这个区域啦吼。环保局表示，民众若有废弃物要处理，就爱找合法清运业者，或者是清洁队。准若找空地乌白烧粪扫是违法的，佫会罚钱。今马有 AI 系统，24点钟伫咧监测，毋望民众做伙来维护空气品质。记者邱昭勇高雄报道。来看家己新港为了要照顾咱社区内面失智的时代，这期甲护理所呢，就招这时代做伙来试咸菜，家己接订单开钱来饲家己。社区的长辈实在来插店内底挂菜，插好了才搁包伫柜内底来蒸。家己阮新港乡海洋村的长辈，伫老厝改造的青年纪念内底接单生产因家己生的咸菜。来遮袂歹啦，来遮咯，来遮运动，来遮，大概老人安尼都有一个手工啦，变东变西啦。爱教阮做东做西啦，做物件。毋是干那生咸菜尔啦，啦。感觉讲我来遮来上课，来食便当，来食饭，真着讲我要来遮趁钱，
因为啊，咱帮伊做的这幸福的产品，我真的开始销售啊，开始入卖啊。社区的居家护理所为着要来减慢中辈失智失灵的状况，利用社区的资源邀请志工，做伙整修这间老厝来做据点，然后中辈受到照顾，嘛会当推广在地农产品，增加中辈因家己的价值。咱老大人的活动空间较济，其实伊的退化其实嘛会较减轻。过来就是讲吼，老大人伫遮开始用是检材这个活动，除了就是互因做活动了，会当找到因生活当中的价值。中正大学成人教育的教授表示，真侪庄卡有高龄化甲少年人外流的状况。透过这个青年据点的产业链，让长辈愿意出门，增加社会参与，嘛会当使少年人当来庄卡替在地产业提供更较侪协助。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讲到南管英国是台湾文人雅士聚会时阵的娱乐，随时上咱台湾的传统戏剧也受到南管的影响。台基文创意园区就举办这讲座，透过传统戏剧歌曲，让民众来熟悉到南管的音乐。老师示范歌戏的单山五娘、新骑白马、毛布袋戏的相思灯、灵松子，利用民众熟悉歌曲，互因了解南管音乐的应用甲表现。一般南管吼，互咱的感互以前人感觉着咱较古板，啊，即摆南管无共款，因为经过迄个曲目吼，伊有改变，啊，然后音有改吼，所以互咱即摆的布袋戏甲歌仔戏吼，戏曲伊会当融入内底，啊嘛较有法度互即摆新世代。人有法度去接受。南管过去是台湾文人雅士聚会时阵的娱乐之一，音乐风格古朴清雅，甲闹热的北管比起来，一般人可能会较生分。台基文创意园区就举办南管讲座，透过传统戏曲的歌，互民众认捌南管。因为咱平常时拢是伫电视看歌戏的表演，然后今仔日会使当场表演，我感觉非常欢喜。啊，台湾人最爱听这种歌吼，一方唱一方教。将透过音乐的唱歌啊，甲吟诗方式来推动台语，效果应该真好啦。主办单位表示，南管音乐的旋律优雅，经过民间流传演变，透染伫台湾的传统戏曲内底。透过活动，除了要增加民众对南管的兴趣，更会使唱歌学台语，推广台湾的本土文化甲语言。记者杨淑晴综合报道。绝风车文教基金会对2006年启动儿童艺术工程计划，这18年来上山下海，台湾四界走找，互咧搬戏互囡仔看。不过，这剧团的创办人李英峰就表示讲，这新冠疫情含仓库、稻花烧等等，这风风雨雨呢，互这绝风车经营甲真辛苦。今年因是邀请企业家陈进财来接当市长，希望运用伊的管理经验，互绝风车会当永续经营落去。为着要让囡仔接触艺术，绝风车剧团启动儿童艺术工程计划，自2006年开始，伫台湾各地搬戏，让囡仔看。绝风车文教基金会的前董事长李婉，因为入阁去做文化部长，即马当市长是由长期赞助绝风车的陈进财接任，伊是绝风车30多年来头一个有企业头家背景的董事长。忘掉了原来内化心里面我们思想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就是价值观。那这个社会就会出大乱，那你再怎么进步，反而是一个祸害。所以我觉得纸风车在做的事情，就是最基础巩固这个我们人类文明延续的一件事情，所以算是小事情，但是却是一个伟大的工程。另外，创办人李英峰表示，这几年新冠疫情、仓库火烧等等，对绝风车造成真大冲击。尤其过来318乡镇市区儿童艺术工程10月要启动第3轮的计划，希望借用陈进财的管理经验，让绝风车通永续经营。台湾是一个做良善个强大的一个，我们是多元族群，但是就很多。那一个如此强大跟良善的国家，他接下来要做的东西是对文明上的一种妄想，一种做。那我们期待我们的孩子，他要比
比现在更有竞争力。它就必须要，我们一定要让我们下一代对文明文化这个东西有所感染。针对儿童艺术工程，陈进才认为科技愈进步，拔化工程电动愈爱做，透过技术当予囡仔希望和创意启发，这拢是台湾伫世界维持竞争力的关键。伊嘛表示，除了搬戏予囡仔看，未来也会考虑结合企业甲人士接触艺术表演，互愈侪人认同做风车的理念，共同来响应。儿童艺术工程，记者卢尚珠、谢桂林台北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回来看预报，恁就知。今日台北、桃园、新竹对26度到36度，苗栗、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6度到34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6度到35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6度到33度；平阳、金门、马祖对26度到33度。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